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前瞻基础建设水环境天气计划当中，苗栗县嘅天花湖同新北市嘅松海也两座水库，预算行政院先评论无处理。不过经济部水利署认为，气候变迁按水库来调节，技术变预算而来推动。喺台湾东北角嘅松海生态水库计划，甚至到第二阶段宽片呢。居民每阵的持久费来抗争，其实水利署同松海水库看作被台湾水资源建制嘅致命一个结果。对民国86年代评估规划案作，因正民众抗争定下来，到民国100年又再个规划。让水利署如何爱做松海水库呢？用作水库来做水资源建设安尼嘅想法，正经核实下。我哋今日嘅专题报道，先对东北角嘅松海认识意思。记者嘅是喺清朝书嘅，爱去东埔开发，听说爱经过嘅位所，当天相离、相见同相每嘅如何客家后退，更加留下嘅全台湾罕见嘅石头屋，也只嘅咩係松海反水库故事嘅源头。行业公堂当虔诚的建筑，也头新北市松海区5行里的历史宗祠。我们中国人对地理环境跟风水很讲究那就我们这个李氏的宗祠这部分它背有靠山，那前面呢看的风景很辽阔。整个都石头做的，从地板一直到屋顶都石头做的。而它的建筑的方式，对我们一个做古建筑研究的人来讲，那是太棒了。我们以前的一个李贤良教授，他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他这样的房子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那如果不保存它的话，那我们会在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房子，真的很可惜。尤其这些房子是那些客家先民在道光年间就开始留下的技术，那我们现在人甚至做都做不到。文史学者廖伦光是调查台湾东北角客庄，发现松海客家老祖公对土工年间将石头结上，迄个较长久的名物，也同台湾当时看到历史宗祠迄同日本书的走火新年，也在1929年修整到今，留下的贴片的石像仍然的存在。唔但将历史宗祠的好祠堂系石头结的，松海南外的大家厝，建丰年的水淹池，同松海内处理咪同样系石头结的。特别的是，建丰年的公堂4个位所，还是用各样式的石头沿用起过，边方系强强的变化。我父亲呢是姓简那这边是内厝，我们简氏的祖亲的话是等于就是说在大陆那边福建那漳州，我听我们那个一些叔叔讲的就是说他以前的位置不在这个地方，是在另一个地方，那很老旧了。那再把那个石头整个搬上来这个地方，重新再主盖起来。反松海持久费非常李水粉嘅爸爸相见，下后本人过到离屋，喺人工离皮坚固。松海离间两太家厝，本单都系行业，所讲3个年代水干材，离屋同建屋共同嘅设计，都系前水系江，后山系平。采铁文史工作者林正文言，头摆喺度外装，10多年前转来，透过采铁路者，张地到离屋人的发展。我在路上看下来，这里怎么一间庙？结果下来，那后面有一户我弟上，他跟我讲，我们是客家人，这是客家的宗祠，是他的公祠，他才跟我介绍说，一直到中和去，有没有吕方什么，然后一直到吕秀莲桃园那边，一直来到双溪。双溪的这边的客家你包含说我们常见的是吕简或者是为这些客家当初的一个历史很重要，是道光年间，他们跟着那时候的吴沙到这边的开垦之后，后来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再发展到了去那个宜兰，这中间一些人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我刚刚讲这3个县市就留下来了。松海系同台湾东北角，面积有146.25平方公里，由一般客家台北市安泰，全区人口3,890人，系做梦来落实。同清朝中期，也特别往来台北、宜兰重要铁路其中一类，由部分开山打拿客家老祖公提下落草。
北台湾，从桃园一直到整个大台北，到我们这边看到双溪，甚至宜兰的吕家，他们以前都是同一个祖先，我们叫万春宫。那这个万春宫呢，他们在清朝时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他们彼此就往来，共同的来做生意，做土地开发。竹头历史宗祠的正对面，松海支流等自然海水头，水里规划측量所，当地规划作松海生态水库。前面看起来有2个山峰，好，那中间是一个凸起一个很深远的，有点像古时候那种元堡。这边对面要规划一个双溪的生态水库，好，那对我们这个宗祠的一个地理环境，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或改变？好，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子民相当担忧的一个议题。松海水库吨水面积按算是58公顷，公有土地3.4公顷天天，其他组成私人的土地，总容量1700万立方公尺。工程经费包含水利发电设施，有130亿新台币按多，按说做8年，也已经落到第2阶段返聘了。主要是供应基隆地区的这个区域了哈。那我们跟工疗院的联合运用呢，可以提供12.6万吨每天提供12.6万吨的这样一个水量。那这样的一个水量呢，可以稳定整个基隆地区的一个供水。实际上讲开松海水库当多年呢，清朝同民国80年到86年就办理松海水库初步规划，环境影响说明书一道，这样是印证民众强烈抗争，松海水库规划停拖下来。到了民国100年又重启计划，重新测量地形、体质钻探，做施工前环航试验一道。民国85年的时候，淹没区有一个詹五郎，他是村长，他很激烈的带群众去抗议，所以这个水库后来就无疾而终。直到民国101年的12月，他又开始来我们双溪开说明会，这样我们都很紧张起来，动地啦，地的要死清啦。105年之间，一个10月24号，他们顾问公司呢在有线电视台呢播出之后，我才认为就是说，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资讯都带过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做这个猪都完全不知道，好，都交给这些头人去做控制操作。西新生年月出游技术巴士，吕水芬同民国101年转到松海，他一间的3分田球行，转型中3班头边的游技术巴士，也喺松海区苏巴士3小班的副班长，唔盼得多么简单，将建立起来游技农业，因为要做水库可能冇太来。我在101年就回来我们双溪这边哈，那祖先呢在这边的土地上已经荒废大概30年了，好那。这个30年的期间呢，有经历过那个2次的大水灾，90年间纳利纳台的大水灾，啊，那已经这边就是淹没，全部是淹没区，好，那留下了一些积沙哈，很适合种这个原生种植方法的山药。现在又有很多年轻人回来做有机种植，这个才是双溪长长久久，因为你建了水库以后，这个整条丁子兰溪就变成死掉了。水利规划측量所认为，受到全球暖化效应、气候变化安排，重启松海水库的计划是无奈何的。基隆地区我们也知道以前是雨都哈，那现在我们发觉现在去基隆很少在下雨，所以整个气候的条件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气候变迁的条件之下呢，我们能够有一个水源稳定的一个水源。那来供应整个基隆地区。政府它当然简报里面讲很简单啦，因应气候的变迁，基隆地区会缺水。这个我觉得这个太笼统，这个诉求理由不充足啦。你因应气候的变迁就要建水库，而且北部跟基隆地区也没有新的工业区啊。双溪在我小时候的时间是相当繁荣的，都是以种水稻为主的，那农田几乎说没有荒废。那今天我们有这个心回来我们的故乡，希望把家乡的一个农地再种回来，
那面临到就是水库做下去了，可能我们的农地没办法耕种了，那双溪有未来吗？松海水库重启的计划，主图水坝下摆做松海水皮的天橋，民眾受騙的松海農業無未來，真係此救費。希望一擺抗戰同民國86年的抗戰結局同樣，再個成功東海作水庫的案例。